咱台灣的 AI 產業出橋，未少企業想要愛咱台灣的人才。法務部調查局今仔日是公布偵辦的結果，查到17間中國業的企業用這假台資、假交外資的身份非法來台灣，污咱的高科技人才。其中一間國科微電子公司是去予中國官方認定的重點企業，甚至去予美國列入貿易黑名單。真濟調查官出動來搜查，詳細核對企業提供的資料，目的就是要找到藏佇台灣的非法中國企業。台灣 AI 產業鏈發展真好，半導體人才卻是同時予中國企業非法的污掃。7月13日至8月4日，同步偵辦17家中國企業非法在台從事挖角我國高科技人才案件，總計動員超過330人次，搜索64個處所，詢問114人次。互查到企業總共17間，未少有名，也是有這個官方背景，像是國科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，就是中國官方認定重點 IC 設計企業。第110年11月，予美方列入軍事最終用戶貿易黑名單。還有上海維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，伊原來就是國有科研院所。另外，也有被列為中國國家工信部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欽尊通瑞微電子，互第2擺查到。不是很單純，所謂一個人不見或一個工程師被吸收走的問題，關鍵性的人物，那他可能不是只有知道怎麼做而已，他甚至知道這整個團隊有哪些人，那甚至於說，那我今天做出來之後，我要怎麼去驗證這個東西？那當然不可避免就產生了這樣子的一個國安的一個風險存在。對109年底開始，調查局查到上百件相關案例，大部分假稅、假外資、假台資，也是無經過核准輸出據點來暗藏因的身份，結果用真懸的薪水唬人。專家分析，台灣人才假台包含特殊重要技術加產業鏈的人脈，是採用營業秘密法。營業秘密法啦，不論在罰金還是在刑期上面啦，都太輕微，無法遏制中國挖角台灣科技人才。所以行政院在2023年和2024年，分別訂定了國家核心關鍵技術，通常就是祭出國家安全法。學者分析，準國家安全法有更加重的刑期加罰金，也毋過第一個科技發展，準資通信產業設置的中心上重要技術，只有先進封裝加先進製程，建議會使討論，擱再擴大甲 AI 伺服器這相關技術也包含在內，避免空殼公司來偷走台灣寶貴的人才。記者綜合報道。